了，再来。对啊。英文的好吗？英文。今天老公帮我穿错衣服了。谁给我穿错？我的老公啊。我的老公？对啊。谁？我的老公？这个是在。我的老公。这个是在后面的，这个是在前面的。没，这个在前面没错啊，那个在后面才对啊。不对啊，这个才在这边。哎呦妈呀，那个请名对了，那个有字的在后面就对了。不对啊。邊個同你講唔啱？對啊。邊個講㗎？